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今年受气候和国际饲料成本涨价等关系，全国各地都传出鸡蛋欠缺的情形。不过，台南有自产自销的摊商，因为产量稳定、价格平稳，在市场供应都不受影响，甚至还推出少见的五谷鸡蛋。虽然一斤要价130元，民众接受度仍然很高。为安南区国菜市场旁这个摊位，除了有一般有鸡蛋、土鸡蛋，还有皮蛋以及寄卖低鸡精。最特别的就是市面上少见的五谷鸡蛋，蛋壳较小，又有3-4种色泽。老板表示，他们和鸡场合作生意，自产自销。虽然一斤要价130元，比其他蛋价高出近2倍。不过，设摊1年来，消费者接受度越来越高，甚至有买整个礼盒要送人。老顾客就认为吃起来软 Q 有弹性，蛋黄也比较香甜，贵一点没关系。价格伊的迄个上面迄个蛋黄哈，就是甜甜香香的，嘿，跟那个蛋不一样啊。它这个粗蛋跟这个蛋也不一样。哎，对，口味还无同。对，我们都有吃过，所以才来买啊。的感受怎样？想说比较好吃啊，比较香，蛋黄比较 Q， 比较香，蛋黄比较 Q。那市面上比较少卖，好像少卖。比较少，对。所以特别来这边买。对。乌骨鸡的价位啦吼，进价位拢比这咱普通的土鸡仔卵啦吼，虽然混合蛋啦，加差不多加1倍较低。加1倍较低，接受度慢慢这个消费者慢慢可以接受了。伊感觉这粒卵很好吃，真好食所以应该这粒卵有它特殊的位置啦，所以慢慢消费者已经开始接受啊。虽然五谷鸡蛋特别，价位又高，不过为了做生意，其他从1斤60元的鸡蛋也得准备，让消费者有多元的选择。毕竟前一阵子缺蛋，虽然他们也承受出货的压力，不过货源相对充足，加上有安全检验报告，让消费者安心。我的股东就对了，他有引进这家乌骨鸡，其实我是门外汉啦。我只是拿钱投资而已啦，鸡场就是伊咧烦恼，你讲乌骨鸡安怎来的？这就是阮迄个王党的，我那个王老板，伊家己伊的责任。这波受到天气寒冷和禽流感影响，部分县市过年后仍然缺蛋，加上饲料等原物料上涨，成本也跟着涨，所以也有消费者干脆买一买送去台北的都有。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台船公司为财政部关务署建造4艘100级的巡汽艇，首艘7日在台船公司高雄厂举行命名下水典礼，由行政院长苏贞昌、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共同见证，并邀请财政部关务署长担任命名执评人，带您一起到典礼现场来看看。我这是命名的名为海龙艇。财政部关务署为由台船公司打造的巡汽艇，在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的见证之下，在台船高雄厂执评下水，且将此艇命名为海龙艇。完工之后将会配置到基隆关。在下部结构是用钢，那上部结构用铝那这个有钢有铝这个用铝是可以减轻它的一些结构体的一个重量，可以轻快一点。这一次的这种船船尾是比较加宽设计，对排水量和载重吨都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公寓山骑士必先立其器，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南下参与下水典礼，并且表示海关各单位为了守护国门、缉毒等工作尽心尽力，行政院也将会给予最大的协助，提升海关作业的效能。公寓山骑士必先立其器，行政院同步并提供各方面加人、加钱、加各种工具，包括上任以来一次核准建4艘巡汽艇，这是第1艘。我们还接下来财政部又加8艘，我们现在正在审议中，希望加速作业。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在致辞时表示，海龙艇的下水意味着捍卫蓝色国土力量再强化，对于整体国家安全及缉私工作会是强大的助力。展望未来，台湾的海洋产业需以人才为本，进一步强化技术升级、人才培育到国际市场竞争。我们在不管是货柜轮或者是商船等等这些的建造，同样的，我们也面临整个国际的竞争啊，这个不仅在技术的竞争，同时也反映在材料以及在相关的这造船成本上的一个竞争。尽管世界的景气忽好忽坏，台船公司还是担负国建国造的重责大任。未来也希望透过造船的经验传承，为国家也为高雄留住人才。记者李佳龙、林嘉义高雄报道。疫情期间，不少行业生意大受影响。位在归仁七甲花卉区，原本想说春节期间可以带动买气，现在跟着世界媒体关心焦点。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让原本喜爱休闲和平的园艺界也吹起了和平风，推出蓝黄色系创意盆栽，力挺乌克兰，诉求和平。位在归仁七甲花卉区，平时除了靠节日的买气，一般时段还有校外或者幼稚园的参访。产销班班长黄一斌，平时除了栽种盆栽，也要负责学生参访的教学。3号上午就有一间幼儿园实地参访，并教导小朋友盆栽 DIY。当老师带着小朋友逛园区时，也让一片亮眼的盆栽给吸引，上头还绣有和平的字母。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种花的园艺业者生意都很惨淡结果咱伫新闻顶悬看到咱世界各有的国家伫战争像为咱这乌克兰伫战争，所以我想到讲，我们种花做园艺的人都是爱好和平的。我们不希望有侵略，不希望有战争，所以我家己就想讲，阮的园艺要安怎来甲伊反对侵略来甲伊保庇咱这的战争的所在的人会当平安，所以我就把蓝色跟黄色组合起来，刚好可以放一个仙人掌。把那个仙人掌在恶劣环境能活得很好的植物把它种在乌克兰的国旗上面，希望乌克兰较紧的会当平安世界会当和平。果然，产销班的班长创意一出，现场吸引许多民众慕名而来，而且指定就是要蓝黄色系的创意盆栽。看乌克兰的新闻蛮感动然后刚好昨天看到有这个东西，就会想说来买买，对分享给朋友。刚好我也是归仁人对所以希望也分享归仁的事情给我周遭的朋友。花卉产销班班长黄一斌表示，这种号称小酒桶的进口花器，很适合栽种2寸的植物，而且花器与水盆是分开，比较不会滋生病媒蚊。目前色彩有蓝色、黄色，另外也有白色、粉红、绿色等。记者林根台南报道。高雄市政府在冈山文化中心园区内新建第2座全新的运动中心。在运动中心完工模型揭幕仪式中，高雄市长陈其迈感谢各界的支持与建议。未来冈山的运动中心有温水游泳池，还有综合球场、攀岩场，以及满足全年龄的现代化运动设施。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共同揭幕之下，冈山运动中心模型正式亮相。市长陈其迈表示，未来随着冈山人口增加，将通盘检讨整体都市计划，而冈山运动中心将坐落在冈山文化中心园区内，将促成冈山成为宜居生活、就业最好的地方。最近冈山在做大调整，路德、乌来拢在做调整配合着咱整个未来北高雄的计划。一方面都市计划调整，都市计划我们做通盘的检讨那2方面我也透过公办都更的方式来加速我们这个冈山地区的翻新。服务冈山之外，还有服务我们桥头的这些年轻工程师，还有桥头的这些市民。另外梓官，我们在过去就是梓官了，所以3个区加起来人口大概20万。你早盘临靠，当然对运动的需求就非常需要。所以需求强度是很强。
冈山运动中心这个点呢，我们结合了过去是文化中心，那么未来再加上运动中心，它可以变成是一站式的服务，再加上这个交通的便利。陈市长表示，冈山运动中心室内设计有温水游泳池、综合球场等运动设施，室外则充分利用园区空间，优化既有溜冰场，并且增设草地滑步车场、攀岩场等户外运动设施。这个讲遐，迄个讲遐，啊尾啊，阮甲这意见全部拢整合，啊，就是这个上好的所在，吼。啊，内底也有游泳池，啊，后篮球场、骹球练场场、溜冰场，吼，啊，顶这攀岩，顶这所有。差不多你想得到的 all in one， 全部拢在咱冈山运动中心。所以今天看到终于确定冈山有一个运动中心，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那我相信未来也会让冈山桥头、北高雄的市民朋友有一个更好的运动场地。选址在这个文化中心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那内容的规划我也相当的期待，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未来国民运动中心在里面健身的一员。冈山运动中心的建筑外观设计，特别将空军军机和蓝卓会竹编2大在地特色巧妙呈现在造型上，预计今年7月动工，113年底完工。记者邱建勋、赖昌邦高雄报道。难得一见的道教登梯月路升职大典，27日在台南市安平开台天后宫庙城广场举行。道长王鸿儒赤脚登36阶道梯，晋升安平道堂的第3代掌门人。他拜祖天师指教，并拜谢七师，取得神人同证，吸引上千民众来一同见证。安平道坛道长王鸿儒在安平开台天后宫庙前登刀梯，晋升为安平道坛第3代掌门人。登刀梯仪式吸引上千民众到场，市长黄伟哲以及立委林俊宪等贵宾特别来为仪式剪彩与祝福。共同的见证，王鸿儒2020年在登梯月路今天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殊胜、非常盛大的一个仪式。咱祈求咱天上圣母祈求咱道祖，祈求各位神尊会当好利，咱仪式会当圆满，伫大家共同用心、共同的见证之下，会当保佑互大家拢平安顺利。台南是道教文化传承的重镇，登刀梯也是道教神职人员奏升道职的传统仪式。这个仪式非常罕见，在安平地区距离上次举办已经相隔了40年。今仔日是阮安平一个大代志，就是40年来，搁再出一个升入道长叫王鸿儒算阮安平伫这个推动这个道教付出上界多一个因王家咱伫遮看伊这个道推爬了真圆满若是带动着阮道教的兴隆，希望大家会当把这个道教的传统文化这个悠久这个历史继续甲传统落，大家受到佛教的教导，大家拢会当真善管善的那一方面去走。安平道坛历坛将近100年，目前传承到第3代王鸿儒，他经过行道历练20余年，这次来奏升道职。而前一位登梯的道长王德和，也就是王鸿儒的父亲，也让这次的登刀梯大典成为道长世家传承的见证。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大家对于老屋有没有特别的情怀呢？今天要带大家来的餐厅是由一群喜爱老屋及美食的朋友所开设。为了呈现原本老屋的样貌，在里面还可以看到保留许多洗石子地板等等最原始的元素，是许多网美争相打卡的新景点。老东西真的会让人很有感觉耶！今天介绍的这一家店就在高雄知名古迹逍遥园的附近，屋内保留了许多房子当初遗留下来的物件，一边用餐，仿佛也听得到房子在向你诉说它当年的故事。其实我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我们共同点的话，就是喜欢美食跟老屋。
那所以当初呢，在逍遥园这边已经开放之后呢，我们很幸运的找到这栋房子。那由于逍遥园它是比较日式的历史建筑，所以我们当初的定调就是要符合这整体的环境的氛围。空间设计的话，就是以日式的风格。那因为日式会带一点和洋的风味，所以我们就会是日式和洋的风味去设计整体的空间。那在建筑特色方面的话，我们就是尽量以和式嘛，日式的风味。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窗户都是用木窗去定做的。那所有的桌子啊，或者是我们像吧台这些，也都是用木头的元素去。那因为2楼的话，它原本是一个架高木地板，那我们把它整个翻新之后呢，就保留了一小部分的合适的座位区，那就可以让客人在一边用餐的同时，它是盘腿坐的。那所以是合适的座位是盘腿坐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一边侧边来欣赏这个逍遥园。欣赏完了房子，准备要来品尝美食了。在这么有 feel 的环境用餐，肯定也会替料理大大的加分。香料咖喱甜甜圈，那香料咖喱甜甜圈是我们主厨他选用了不同的香料，然后是比较印度风的香料味去手炒出来的咖喱，再配上一点日式的风味，所以你在吃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整个嘴巴就整个香料味就这样整个迸发出来，所以你会满嘴的都是那个香料的香气。那甚至我们旁边配的那个花朵的鸡肉咖喱甜甜圈，它那个鸡肉的部分的话，也是我们师傅他是一个一个去捏制出来的，一咬下去的时候是很酥脆的，但里面的肉汁还是会迸发出来。樱花饭团配上我们的唐扬鸡，因为再来是春天，所以我们用了日式的腌制樱花去入菜。那你可以发现说，这个樱花它吃起来就会有比较有清香感，然后再配上紫苏叶，所以它整体是比较清香，然后比较清爽的感觉，然后会带有春天的气息。可以很复古，也可以很时尚。各位网美们，这里绝对会让你拍到手软。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慈幼工商建校将近1甲子，因为是天主教学校，所以学校一直有招收外籍学生。也因为最近几年地球村的趋势，国与国的距离亲近，目前校园内就有来自英国、美国、尼加拉瓜与东南亚等国家的学生。这次邀请到来自英国、美国、尼加拉瓜的同学来跟大家分享在校的求学经历与感想。创校将近1甲子的天主教学校慈幼工商，一直以来不断地招收并欢迎各国的学生前来就读。这次在慈幼工商校长陈素贞的带领之下，邀请到3位分别来自英国的曲克安、美国的艾义伟以及尼加拉瓜的涂满瑞同学，一起来向大家分享在台湾就学期间所遇到的求学经历。慈幼是一所国际化的学校，所以在我们学校里面，从民国80几年，我们就会有外籍生来到我们学校就读。因为我们是天主教会学校，这些学生是属于信慕道家庭的孩子，那他们来到台湾里面，为了传天主教的福音，所以在台湾服务。那针对这些学生呢，我们学校里面其实上也感受到神父们感受到这些学生，这些家庭来到台湾为我们服务，所以他们在学费上面或者是各项的支出上面，就由学校来协助他们可以顺利的完成学业。那这些学生在学校里面也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欢乐，也带给我们学生很多在不同文化的族群的相互的融合，或者甚至相互的对待上面，这个都是让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来自英国就读烘焙科的曲克安同学，曲同学因为父亲来台较早，加上妈妈本身也是台湾人，所以比较没有太多文化上适应的问题。曲同学甚至还能用流利的台语来跟人家对话，非常的有趣。另外，来自尼加拉瓜就读汽修科的涂满瑞同学，家里总共有6个兄弟姐妹，因为哥哥们都从慈幼工商带着很好的技术毕业，所以让他早早就锁定慈幼工商的汽修科为目标，希望毕业后能够像哥哥们一样发挥专长。就是我会选择慈幼烘焙科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它会跟以后的工作，如果我要读大学，如果我要读参旅群，它会衔接得上。而且我很喜欢吃东西，那我妈就觉得说，哦，那你就来读烘焙科，自己做自己吃才比较安全，对啊。从小就喜欢拆卸、拆摩托车啊，拆电路板啊，或是就是关于机械的东西，我从小就很有兴趣。那再接着我父亲从小他也还蛮推荐我向汽修这个方向，让我去发展啊，或是教我如何使用工具。目前就读1年级电机科来自美国的艾义伟同学，虽然平常他比较安静，可是在学习态度方面表现良好，有问题不懂都会马上提问。艾同学也以学长们为目标，希望能够努力追过学长们的脚步。觉得技术就是关于电气科的技术，我觉得如果这3年可以学到很多技术，可以考到很多的证照，将来以后出社会可以有工作找。生在地球村的时代，慈幼工商除了照顾本土的学生以外，也积极的栽培来自各国的学生。很高兴能够有缘分与学生们一起在学校里面一步步往他们的梦想前进。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2022年台湾灯会吸引了大量的人潮走入博二，而在1月底开张试营运的大港仓更成了全新亮点。不仅保留老仓库的外貌，更有多家餐饮、运动品牌陆续进驻。未来还有5座仓库会陆续开放，要为市民打造海岸的夜生活。位在博二的大港仓410在1月底开张试营运，仓库本身保留了旧时期的历史风貌，从店内往外看，更能一览整个大港桥与港口风情。新景观与旧仓库的完美融合，让高雄港转型更进一步。那透过大港桥呢，可以连接大义仓库群跟蓬莱商港区。那么在大港桥的周边呢，我们总共有9栋的仓库，目前先开发4栋。那么主要呢，目标是要打造出9加1条街。我们保留这群老仓库，把它改造成临水岸的一个观景非常舒适的一个空间。然后呢，我们引进了这些美食餐饮。然后大家可以体验出在水岸边一个非常悠闲的生活。在仓库区，目前招商了许多店家，未来更会陆续引入艺文、餐饮、休闲等商业机能，要让生活与观光更加融合，提升旧港区的价值。还有我们种种好的运动品牌、饰品的品牌，都是台湾在地的这些艺术家的创作的作品，都进驻了大港仓。我想大家来周边游逛来讲的话，一定是会满满的收获，也可以充分的体验高雄港多样的这种海岸生活，然后夜生活的体验。而关于大港仓的未来发展，董事长表示，除了翻新仓库群的历史样貌，更会融入大港会生与港口码头等场域特色，让港湾与城市的结合更加紧密。那么呢，我们土开公司呢，就是以人文高港、历史高港跟艺术高港作为打造全区的主题。那像这一次，我们也跟高雄市政府非常同力的合作，让台湾灯会跟交通部观光局这边整个大家同力合作，把整个高雄港、整个爱河湾区打造的非常具有国际高度的一个美感的一个高港的一个行程。我想这个是未来整个打造的目标。结合了交通、商店与艺术人文，董事长期望能够将高雄港变身艺术家的创意画布，不只成为国际观光新亮点，更为民众实现华丽的海岸夜生活。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刘品言，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